哈利路亚，诗篇118篇24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用这首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高举的山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神。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高举的山的旌旗，我们称谢你。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高举的山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神。让我们用掌声献给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称颂主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念下面这段经文。要颂赞主，因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他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他是上主，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主。弟兄姐妹们，你们这礼拜经历到了怎么样的上帝呢？你们要怎么样的赞美他呢？让我们一起来用祷告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主啊，你是引导我们，主啊，你是恩典的主，主啊，你是帮助我们从死来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慈爱，你的荣耀都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主，我们要赞美你，因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心里苏醒，因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即使面对死亡依然有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现在的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更要来赞美你。主啊，不论是发生任何的事情，孩子都要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那赐万有的神。主啊，你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主啊，你是不论我们在高山低谷，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主啊，我们更要来赞美你。主啊，不论我们在这礼拜发生任何的事情，主啊，我们都要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旨意是美好的旨意，你的旨意就要成就。还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用这首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是的，主，我们都要称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
来向你求，因为主啊，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你就是我们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因着你，我们才能够站立在这里。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常常遇到那个急难的时候，我们就软弱，我们就无助。但是主啊，你总是用你的力量来支撑我们。主啊，我们总是因着大环境或者是我们情绪的变化时，主啊，我们就落入那个失望甚至绝望的谷底。但主，你每天用你的话语，透过迦南之声，透过在许多这个大自然之间那种呼啸而过的声音，甚至台风，甚至热浪，主你再次再都宣告，主你是创造万有，主你是掌管万物的主。主，我们虽然在那个痛苦，但我们因着你是造物主，你是管理万有的，我们有了盼望。是啊，主，人生中有许多的悲歌，特别是敌人在我们面前闲晃的时候，主啊，敌人在我们旁边叫嚣的时候，主啊，仇敌在我们四周围，主，你却是像风一样，你兴起，主啊，你就兴起你的百姓们，主啊，靠着主你的圣名，主啊，因着你的圣名，主啊，这些仇敌都要被你吹散，主啊，这些仇敌都要被你所驱散，主啊，你如烈火一样，主啊，将他们烧尽，因为你要救拔我们。因为主，你在这世上行走，过去行走，如今未来，你仍然在这世上行走。因为主，你的子民，你所爱的儿女行走在全地，你要扶持来带领我们。即便这世代有许多的孤儿，我们有孤儿的灵，但主，你要成为我们的父，因为你教导我们这样说，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在你的圣所，你要做孤儿的父，你要做我们的依靠，主，你要做那寡妇的伸冤者，主啊，你要成为那个被囚的，主啊，你要成为他们伸张的，为他们出生的，主啊，因为你在这百姓前面出来走，在旷野行走，主啊，如今你仍然要行走，你要拯救你的百姓，奉你的名所祈祷的你的儿女们，主，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
此后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吗？耶和华对他说：可以上去。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希伯伦。于是大卫和他的2个妻子，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子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把跟随他的人和他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镇中。我们的主就是要让我们问的啦，对吧？好，不要我们的主在那边，我们还不问。我们要学大卫一样，好吗？啊，我们勤劳的问，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在我们问出来的。我们需要神引领吗？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答案吗？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好不好可以到神的面前，也感谢这位神，他给我们恩典，就是那加给我们的。原来我们不知道的，他要把那又大又难的事给我们，但我们承受得了吗？我们知道那耶利米求告神给他又大又难的事，他吓坏了，因为他要去讲的是坏消息。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世代的坏消息我们一定要去讲。我们讲了坏消息，就是让人知道渴慕来得到这个好的福音，好的消息。好的消息之前就是有坏消息。我们不敢讲坏消息吗？我们只敢讲平安平安平安吗？那么我们的福音朋友他们不会来，不需要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经得起问，好不好？我们来感谢这一位愿意回答我们所有问题的主，这一位主愿意带领我们往前眺望，即便我们前面感觉是没有路，墙挡住，但我们的主要带领我们，因为这一位主是在我们当中仍然行走的主哦。我们开声，我们来感谢这一位恩待我们的主。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应许，主啊，你在我们的前头，主啊，即便地，主啊，见到神的面都要震动，天也要落水，西乃山见到以色列神的面前都要震动。主啊，你降下大雨，主啊，你的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主你使它坚固，主啊，你的众会众在其中，主你的恩惠为那个困苦的人所预备。谢谢主，主啊，你发命令，传好信息给这些妇女，成为大群。主啊，你就使他们能够安歇在主里面。主啊，你就使我们能够安卧在你的羊圈里面，好像鸽子的翅膀镀了白银。主啊，我们的毛都镀了黄金一般，因为主啊，你是全能者。主啊，你在境内赶走那些列王的时候，主啊，势必像那个飘雪一样。主啊，谢谢你，你用众山再一次来宣告，主啊，你必住在我们当中。主啊，稳稳的必住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就在我们你所爱的人的当中。主，你也在那个悖逆人的当中。因为主，你有怜悯。主啊，你要怜悯，要我们去传好信息，甚至在好信息、好消息之前，主，你要我们去传那坏消息，就是主，你必要审判。主啊，但是你有恩典，主啊，你信实，你说我们若认我们的自己的罪，你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权柄去传福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主啊，人看见你在我们人在人世间行走，在台湾每个社会角落社区行走的时候，主啊，你就吸引人，特别吸引那个在犯罪当中，在那个困苦当中的人当中，你吸引他们走入你的教会。主啊，当我们走入你的教会时，主，我们就要来唱歌，我们就要来敬拜你。主，因为你是这一位值得我们敬拜，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以色列的能力的主。主，你也是台湾能力的主，因为唯有依靠你，
唯有依靠你。主啊，我们依靠谁都没有用。我们看到今天美国他们的信用的这种评价下降，股市大跌。主啊，只有你是依靠。主，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世上的大国所诱惑了。主，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能力，我们要将能力归于你。主啊，你的荣耀在以色列之上，你在我们万国之上。主，你的能力在这个穹苍之上。主啊，我们要来敬畏你，因为你是可畏的。谢谢你，让我们得以在这里坦然无惧来敬拜，来感恩，因为你是以色列神，你是台湾的神。主啊，你是那将力量赐予你百姓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应当称颂的。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是的，主，你呼召我们，主啊，你舍命为了我们，主啊，在你凡事都能，主啊，谢谢你。凡事都能，你呼召我们，主啊，你拣选我们，呼召我，分别为圣属于你的人，如雨跟随你，坚持到底，永远。宣告，凡事都有可能。你是全能真神，是无边有从死里复活，相信就有奇迹。凡事都有可能。光教会改变生命，翻转这世界，国度全能彰显。凡事
兄姐妹，我们观看神所造的天地星宿，神的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主，我们要说我们算什么？但是人自傲自大，承受不起一个天灾，或者是这些大自然的反扑。主，我们真的要回到你的面前悔改，因为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已经怜悯我们，你竟然能够让我们得着这样的救恩，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着慈爱，因着你的怜悯，可以让我们用借着认罪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回转归向你，我们要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为了就是要求得你的怜悯，怜悯我们这块土地，怜悯我们的百姓，不认识你，去造偶像，怜悯这个世界，以为自己很强大，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神。求你怜悯我们，好叫我们知罪，好叫我们认罪，好叫我们回转归向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弟兄姐妹，我们要用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的臣仆从马哈念到基遍去，喜路亚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臣仆到基遍的池旁跟他们相会。大家都坐好了，一队在池这边，一队在池那边。亚尼尔对约押说：我们各派几个年轻人出来比武打斗如何？约押回答：好。我们恳求神来怜悯哦。最近牧师在准备这一段的经文哦，如果不说话会死吗？多说一句话就挑起争端。后面我们看到就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仇恨对立哦，一个自卫杀死了约押的弟弟，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仇恨就彼此对立谋杀，最后我们看到亚尼尔也死在约押的谋杀当中。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知道，如果不说那一句话，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就说来派几个来开始打斗，结果就死了好多人。我们看到我们的嘴可以做赞美的话，说赞美的话，可能也会因着我们所说一句不合神心意的话，挑起争端。我们看到这些政治人物，我们看到中南海，我不知道我们有看到杜瑞莎把我们从旁边转过去到哪里？到北京哦，把那个最贵的席坛酒店最贵的冲毁了，把那个可能北京的政治中心那个600多年来，他们没有看到那么大的水。我们看到这一两天的新闻，多少车子、房子就在那个滚滚的洪水当中流窜。人算什么？所以我们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可能因着我们的言语得罪了神，彼此得罪，所以引发杀机，引发争端。所以最近我们在看这一些的经文，我们恳求神来怜悯，不因为我们的自私自利，因为我们的言语造成了彼此的伤害，造成了可能揣测神的心意，我这样做是对的，我这样做是按照神的心意，结果是错的。
好不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恳求神来赦免我们所说的、所做的不合神心意的罪。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口所说的跟得罪的人，主啊，恳求你的怜悯这个时代狂妄自大。我们不只要彼此伤害，彼此对立，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主啊，我们看到你的日子将到，我们要警醒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怜悯这块土地，怜悯这地的百姓。主啊，怜悯我们的骄傲，怜悯我们的自大。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回转归向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人算什么？经不起你的急降雨，经不起一个洪水。人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无知的心就昏暗。人在标榜自己的能力，在为自己来造神，殊不知你一个指头，你一个下雨就让人受不了。在标榜最贵的一夕之间就毁于一旦，在标榜那个权力的中心，因着你的大水让他们无法动弹。主啊，我们也知道，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正面临卡奴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我们恳求神你怜悯我们的无知，怜悯我们的骄傲。我们真的是要臣服在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我们，拯救我们的同胞，离开偶像，回转归向你。愿你来洁净我们，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好叫我们有生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你的面前。愿你真的怜悯我们世上的所有的百姓。我们看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因为自己的思想，取代了神你的思想。求你怜悯我们，除去一些不属神的思想，不属神的情感。主啊，赐给我们彼此怜悯，彼此饶恕。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得着怜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同心奉主名，祷告超自然运行，不靠才能和势力，我们一定要胜利。放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必定要捆绑；放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必定要释放。我们为你而活，我们为你而活，我们为你而活。凡事都有可能，你是全能真神。是无边有从死里复活，相信就有奇迹。凡事都有可能，信心发光照辉，改变生命，翻转这世界，国度却能彰显。凡事都有可能。
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来到主的面前，凡事都有可能，因为主的话说，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凡事都有可能。在你宣告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神给的盼望，即使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依然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他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他拯救心灵被压碎的人。一人遭遇许多患难，但是上主救他脱离这一切，上主保全他，连一根骨头也不被折断。上主跟这些灰心丧志的人，跟那些好像没有盼望的人同在。我们恳求神，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都在垂听。愿他是我们，他医治我们，他安慰我们，他带领我们。就好像今天我用这个主题上帝在引导，求主上帝在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大卫他也是一样，明明知道上帝应许他做王，但是还是需要等待，需要等待神的带领，需要等待神的时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也一样神的医治、神的供应，或者是神的带领、神的预备，都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叫伊的时间伊因带，我们是不是顺服，或者是我们想用自己的方法？就好像亚尼尔，他口说：“我知道上主你高摩大卫。”但是他运用他的权力，你知道吗？我来跟你立约，我看的是这样我来跟你立约，我来帮助你拉拢那一个11个支派。但是没有想到，因为一个秘密谈话被约押骗了，结果死了。人多能人讲话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恳求神来怜悯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不足，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的大能。所以好好的听迦南之声，好好的来读这些圣经，我们就知道说，上帝是应许不变的上帝，但是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时间。所以我们恳求神来帮助依靠神给我们的信心，还有就是饶恕。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段的经文在讲了不饶恕、仇恨，所以争端就起来，所以彼此伤害甚至死亡。我们也恳求神来医治医治的大能与弟兄姐妹同在，特别是彼此来扶持、彼此来建造，让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供应。特别为了这些失丧亲人的家人来得安慰我感触很深就是礼拜一，因为原本是牧者休假嘛那因为提早回来，可能出去提早回来，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就是到医院去探访看叶桂梅姐妹去为她祷告。其实她的血压大概80几这样80几60几。看也是，虽然没有意识插管，那就是为他祷告，很平静，很平静。那牧师跟张宇主任就 OK 回来，这样为他们祝福，也看他的2个孙子来孙就喂他牛奶，就灌食这样 OK 就喂好了。那我就说那我们就先离开不怕什么，我们车子回到市政府，还没有回到教会就电话来了，说他蒙主恩召，我很诧异，就是说怎么会那么突然早上才去急诊不舒服去急诊，晚上大概7点22分就蒙主恩召让我们看到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很无常。
金宏兄问我说：“牧师啊，我原本以为我会先走，但为什么是他先走？”我说：“我不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啊。我们恳求神来怜悯啊。今天为他们在做一个丧葬的协调，我们恳求神来怜悯。在8月12为叶桂美姐妹来做告别的这些的事宜哦。我们恳求神透过最后这一个生命的告别哦，依然能够成为一个见证哈。我们恳求神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领受产业，11、2月哦有一些新生儿要出世哦，我们恳求神来保守他们。在怀胎的过程当中，神保守。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灵修成长，也帮助弟兄姐妹，在透过祷告、祈求、感谢，来到他的面前，领受释放、领受自由、领受医治哦。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是线上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在场的哦，我们好好的祷告，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用信心来祷告，宣告神的医治、神的供应。即使是面对神，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哦。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好不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开口来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了那些在病痛、正在住院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来医治，求神来释放他们。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哀伤人的痛苦，主啊，你知道失去亲人的哀伤。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痛苦、在难过、在失去的过程当中，求神你自己来安慰，求神你自己来眷顾。在领受你的产业的时候，求你保住这些怀胎的过程当中，主啊，神啊，你能够兴起更多的资源在他们当中来供应，让他们知道神你的供应使他们没有匮乏。主，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病痛软弱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拯救，你是我们的医治。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怜悯我们，怜悯这个时代，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奉你名一同宣告，在地上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依靠，你是我们的帮助。谢谢主，谢谢主。主，我们要赞美你，你是我们医治的神。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你是供应我们的主。主啊，你是我们 GPS， 是引导我们前面走义路的神。主，你是使我们能够灵魂苏醒的。即使面对死亡，我们知道你是从死里复活，能够给我们永恒生命的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软弱病痛的过程当中，有时候真的是他们力量有限，他们能够承受的有限。主，你都知道，你也知道他们的心愿。你在好像安睡的过程当中释放他们，你照着他们的心愿，即使是我们真的是面对很突然，但是神都有你的掌管，你的美意。主，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特别是在住院的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你怜悯他们，你恩待他们，你医治他们。特别在那个疗程的过程当中，那个软弱无力，主啊，求你伸出你慈爱的手来扶持，来护卫着他们。主，我们也奉你名来祝福你，让许许多多这一些的产业能够在腹中能够成长，在母胎中能够得到你的眷顾。主，我们要宣告，当他们出世的时候，会带来家族的喜悦。我们会看见神你的同在，你的喜悦就充满在这些的家庭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呼求你的供应，在我们缺乏的时候，因为你是我们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主，我们要宣告，虽然在世上我们看到很多不景气，但是因着你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宣告，如同以撒在那地耕种，有100倍的收成。
主，谢谢你，因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有盼望，因着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得着力量，因着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领受你丰盛的产业，因着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你丰盛的同在里面。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们，要继续为了我们国家来祷告，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国家度过这些的威胁。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有人倚靠战车，有人倚靠马匹，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他们要瓦解扑倒，我们却坚立不移。上主啊，求你使君王得胜，我们呼求的时候，求你应答。我们知道在看到以色列百姓跟这些敌人对战的时候，神用什么？神用冰雹做飞弹，神用大自然的这样的能力来护卫着他们，而且那个冰雹是什么？都打到谁？都打到以色列人的这个敌对者就好像导弹一样，你知道吗？神早就有导弹了，不是像现在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神怎么样兴起来？兴起大自然去抵挡这些强权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也不要太高兴因为如果我们这样敬拜偶像，不转向他，我们也会面对许许多的灾难。4年来，神真的恩待台湾台湾是什么？台风来就转弯你知道吗？今天我看到这一则的这样说笑话也好，什么说外媒在报道说奇怪了台湾就是风台来就转弯了这个也是卡农也是很奇怪但是看到那个我们就祷告吧，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不受到这些的灾难所以国与国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恳求神来怜悯不要让这些强权得逞我们也为了台湾百姓的安全同心合意。如果再也跟那个执政的都这样的对立我们没有安宁之日我们恳求神赐下这样的合一让执政掌权的都能够愿意与主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也恳求神来苏醒我们百姓的心灵让他们能够转向他，能够敬拜这位掌管万有的神我们特别为了这个整个大自然在祷告，最近是全球历史以来最热的前几天，但是不断的在突破天灾人祸。我们看到北极，我们看到这些冰融，我们看到水平面一直在上升。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性骚选举文化，真的人真的要真的是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开口同声来为我们台湾来祷告，为我们台湾来恳求主来施恩，让大家能够认识敬拜这位万有的神。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幸福的源头，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恳求你伸示我，让我们在面对国与国争的战争的时候，主啊，我们面对整个天地万物在变化的时候，主，我们在面对我们这个执政掌权的跟在野的这样的冲突对立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些不好的媒体文化、选举文化这样的一个引起骚动、引起这样的纷争的过程当中，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面对这些的经济的崩息崩塌，面对了整个股市的崩盘，面对了整个物价的飙涨，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的百姓，怜悯我们百姓知道掌管万有是你，主啊，赐予万有是你，主啊，赐福的是你，主啊，我们恳求神你怜悯施恩。圣洁有公义的阿爸父，主啊，世人都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们也让
你所赏赐给人类的每个地土，因着我们的贪婪，因着我们不按照你的心意而行，我们彼此征战，让无辜的人民处在那个战乱的当中、痛苦的当中。但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在那个战争之中，在乌克兰战争中受战火波折之下的有你的子民，有向你在苦难中、急难中向你呼求的子民。主啊，他们信心要灭绝，我们的弟兄姊妹因着战争还没有结束，他们的苦难还没有结束，他们疑惑了，他们丧失了，几乎要丧失了对主你的信心。主耶稣基督，我恳求你亲自坚固他们的信心。主啊，知道在苦难当中，主你应许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战胜了这个苦难。求你帮助在乌克兰的弟兄姊妹，或在世界上因着强权、因着霸权，他们不行公义、不怜悯，让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执政掌权者，主啊，恳求你掌权在这些执政掌权者当中，让世人看见你的公义，看见你的信实。主，你也必然彰显。但主，求你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忍耐等候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看见你那成功，让那些执政掌权者不按照你心意而行，都被降为卑。主啊，求你帮助台湾，台湾真是你恩待的国家。主啊，这几年我们没有遭遇台风的肆虐，主，唯有你的子女们知道这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你的保守。但主，台湾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相信你，还不认识你，他们仍然将这个样子的你的恩典归于那个他们所拜的假神。求你怜悯，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在每一个属神你的教会的子民的心中，都能够像金灯台一样，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用我们的好行为。虽然我们是关键的少数，我们人数虽然不多，但主啊，我恳求你，让这些像但以理一样，生命中有美好灵性、遵行你旨意的属神你的儿女、尊君的祭司，在每一个职位、每一个地方都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求你保守在我们执政掌权者团队当中的陈建仁行政院长，在每一个属蓝、属绿，或是每一个党派当中有专心寻求你旨意的儿女，主啊，求你使他们被高举。主啊，求你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凭着力大，不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而是凭着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圣灵方能成事。求你让这些执政掌权者能够彼此合一，不同的执政掌权不同的党派的属神你的儿女都能够起来，也让台湾的众教会能够合一，能够让这地转化，让这地的人民知道，唯有你是真神，唯有你是那赐道路、真理、活命唯一的道路。主啊，求你恩待台湾，翻转台湾，让人民的眼能够苏醒，眼能看见，如同你在启示会路上对众教会所说的，对称赞士美拿教会，如同我们的教会要成为萨拉铁非的教会。主啊，是遵行你旨意，不论在困苦患难当中都没有办法与你爱隔绝的教会。谢谢主，谢谢主耶稣基督恩待台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我们要继续来到主的面前，来为教会来祷告。教会是神借着教会这个管道施恩，使世人能够认识他的管道。我们恳求神来帮助如同保罗为教会来祷告，我们也一起为我们教会来祷告，说：我为你们祷告的是，你们的爱心会不断地跟真知识和判断力一起增进，使你们能够选择那最好的，这样在基督再来的日子，你们会纯洁无可指责，
你们的生活会充满着凭借耶稣基督才能有的仁义果子，来荣耀赞美上帝哦。我们看到上帝正在做的事，就把人带到教会来。人到了教会，我们能不能去抓鱼？我们能去跟他们建立关系？能不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先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哦，心意更新，我们才能够回应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跟大使命哦。我们也借着7月的礼拜更新，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一个人数渐渐的增长哦。我们恳求神来帮助，让我们能够适应，也能够适应这个新的时间。我们恳求主来透过小组来牧养关怀，也栽培这些的领袖。恳求神来施恩赐福，在儿童、在青年、在我们成人或者是年长者，都兴起不一样的领袖来牧养。我们恳求神透过这些社区的事工、这些讲座、这些的班，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特别让这暑期期间，这些孩子，我们看到家人，我们看到家长也进来，我们谁去跟他们接触？我们恳求神来怜悯。鱼礁建立，鱼群进来，我们如何去捕鱼？如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是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恳求神，让我们教会跟社区有合一的关系，也为了过来这个礼拜的青年主日青年主日的礼拜来祷告。我们恳求神使用这些年轻人，来在这个世代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不叫人小看他们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心节上都能够成为这世代年轻人的榜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起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祷告，守望祷告，开口同声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正在兴起新的领袖，你正在这个世代透过你的教会在做新事。主啊，你透过你的教会要行奇妙的事情，你透过你的教会让教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信靠你的人。主啊，我们要宣告人进来了，就不再出去。我们要宣告人进来了，我们弟兄姐妹回应主你的大使命，去使他们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把你所教训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主啊，我们就看见神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求你施恩赐福，将你的圣灵的能力充满在你的教会。当教会靠着你圣灵的能力，就要从我们教会从这个社区的周边一直到这整个城市，我们要赢得灵魂。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兴起这些的领袖，被你来使用。主啊，让我们献身当作活祭，在时间、能力、爱心、信心都能够被神来使用。主啊，这是你所喜悦的。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你的慈爱永不断绝。主啊，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特别是为我们自己，我们的每一个会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得以完全，得以医治。让我们每一天都有与你一起领受、一起拉一下的时间，能够每一日在祷告中寻见你的爱，寻见上帝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愿我们可以听见上帝你亲自来跟我们说话。主啊，也愿主你兴起更多的青年，兴起更多你的儿女来认识你，来成为你那基督的精兵，成为那福音的代言人。主啊，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在桃园这个城市成为这地的光。主啊，我们成为这个光，并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主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也献上我们的赞美，更是恳求主带领我们，更是栽培我们，栽培每一个人。主啊，建造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为主刚强站立，不再胆战，不再害怕，不再忧虑，乃是上帝啊，你就将你的信心，将你的盼望，将你的勇敢放置到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得以勇敢站立，得以勇敢去成为主啊你要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要为着我们在暑期，主啊，不论是桌球班，主啊，不论是
接下来青年要举办的青年营，主啊，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主啊，你要带领人进入你的教会，你更是要让这些人、这些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被你拾及、被你接住，也是求主带领我们，让培养我们每一个人，建造我们每一个都有去接住他们的能力。主啊，更是为这礼拜的今年主日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使用青年来成为你的器皿。主啊，愿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献上最大最美的敬拜。主啊，就只为了来荣耀你，来赞美你。因为主啊，你是配得赞美的神。哈利路亚！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Amen。就是现在，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来。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地，高举热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一起来拍手了。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地，高举热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地，高举热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你是我们称谢你，你是我们神。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白手将荣耀归我们的主。主，我们称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称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幸福的源头。主，我们称谢你，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医治者，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我们赐福者。谢谢主，让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来到你的面前，就将你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得着你属天的应许跟你的能力。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他。我们彼此来祝福说：神要应许你的祷告，神要应许你的祷告。